特別新聞報導，特別新聞報導。有一列不會載客嘅列車喺車廠即將進站嘅時候，由另一架即將進站嘅列車相撞，兩架列車相撞，受傷程度未知。我哋而家就係知道，即喺車廠出嚟嘅車長頭部受輕傷。而家交俾記者，敬請留意。好啦，而家現場嘅情況，而家現場係幾特別混亂嘅。兩列列車呢係比較嚴重嘅，我哋就而家睇下啦。兩架列車頭部嚴重創傷，係特別嚴重嘅。車頭兩架列車嚴重翻側。呢架1009列車係本身即將進站嘅列車，呢架列車車長冇受傷，但係呢個位置嘅乘客就比較受傷就比較嚴重，最嚴重嘅係昏迷，暫時未有死亡，一個受輕傷，大概有50名乘客及車長受傷。港鐵就表示致歉，唔好意思啊，講錯咗，係某港鐵公司表示致歉。今次沒有人被捕。特別新聞報導完結，多謝收看。